嚟到 Kingston County Hall， 西南倫敦最具歷史感、氣質嘅地標式住宅，身後嘅2級保護建築，前身為超過130年歷史嘅 Surrey County Hall， 如今由著名發展商 London Square 全面修復，將古典建築同現代生活完美融合。今日 Ellie 會帶大家進入呢一個罕有、優雅、極具收藏價值嘅地標式項目，一齊鑑賞。我身處咧就係 Kingston University 嘅 library 個頂層個嘅屋苑咧，再過少少咧，其實就係泰晤士河河邊呢邊咁直行咧，就已經係 Town Centre 嚟㗎啦，好快啦。咁佢有兩大部分嘅，就係 heritage 定係 modern 現代化嘅部分。見到咧成個 County Hall 嘅主樓啦，就會喺呢度啦。咁佢中樓嗰個位置就係佢嘅 clubhouse。其他咧就會係住宅嚟㗎，咁收樓時間咧就會2026年年底啦，由著名發展商 London Square 全面修復。咁以前係130年㗎啦，超過嘅 Surrey County Hall， 所以佢而家個名就叫 Kingston County Hall， 因為身處咧就係 KT1 嘅郵編嘅。咁如果大家咧係想揾一啲 heritage 嘅部分咧，咁可以考慮呢一邊啦，因為佢最主要咧有幾個特點嘅，有好高樓底啦，因為佢係2級保護建築嚟嘅，好有特色啦，都好有收藏價值嘅。而我前面呢個位置你見到仲係地盤咧，其實係3細座咧 contemporary 嘅大樓，即係好似新樓一樣啦。咁有3座嘅，咁1、2、3，收樓時間咧就係2027年嘅年底啦。有啲地方時間只會令佢更加珍貴。Kingston 就係其中之一。皇家河畔古鎮，歷史與氣質並存，每一步都走喺英倫文化之上。London Square 呈現 County Hall Kingston， 將經典建築語言重新演繹成當代奢華生活。大家睇一啲咧古舊建築咧，佢嘅窗戶咧就係一個好大嘅特色嚟嘅。喺 Heritage Collection 呢一方面咧，全部咧都會用呢一種咧 sash window， 係 single glaze， 用翻當時咧推上去嘅嗰一種大窗啦。佢基本上咧全部窗咧都係新嘅。但係咧，佢會保留嗰一種風格，所以令到你望入去嘅時候，係咪好有一個英式大宅嘅感覺咧？喺 Surrey County Hall 咧，其實有好多一啲譬如 Downtown Abbey 啊等等咧嘅電影咧喺度拍過嘅喎。另一個咧好大嘅特色，大家可能一嚟咧都會感受到咧，就係佢樓底非常之高。咁如果一陣間咧我企埋去個衣櫃度咧，大家就會更加清楚㗎啦。哇！歡迎大家嚟到 Kingston County Hall 嘅 model 啦，咁因為適逢佢哋咧已經啱啱開咗呢一個第一間嘅示範單位啊，咁所以好多咧排晒長龍咧去睇，咁大家可以睇下我哋 launch 嘅一個盛況啦。Hello, George from the County Hall.其實都好多 local 嘅人咧係中意 Kingston 自己本身住啦，住開 Richmond 或者係 Twickenham、Wimbledon 西南啦，甚至係 Surrey 嘅朋友仔想住翻近啲倫敦嘅中意啦。咁呢個我哋都係 expected 嘅。不過特別最覺得驚喜嘅話咧，就其實好多 London Zone 1嘅買家咧都睇，因為佢係一個無可複製啦、好罕有啦、好有歷史價值，而且咧係一個好值得 collection 嘅一個收藏價值嘅一個物業。講到除咗係 collection 好似好誇張，但其實係一個投資嘅項目嚟嘅，即係除咗收租以外咧，第時你去做 exit 嘅時候啊，係更加有競爭力，因為10年、20年之後，你係咪可以揾翻同一樣有咁樣嘅特點同歷史背景氣質嘅一個住宅項目咧？其實係非常之困難。但係咧，同時如果你買新樓啦，一開始當然係新啦，但係可能20年、30年、40年，咁你就會變咗做舊樓啦，係咪？但係呢個本身已經係過130年嘅物業咧，點樣過咧都係經歷到呢個歲月嘅洗禮。我哋呢個項目咧亦都由著名嘅發展商 London Square 去重新修復，咁你會見到我哋
哋咧喺外面拍嘅一啲片，佢重點咧就會去自己屋苑裡面咧有一個好靚嘅 courtyard 啦。咁我哋可以睇到現場而家就喺修復中，佢修復咧係好正，佢將嗰啲劈瓦片啦攞翻晒落嚟。清洗過晒，如果可以擺得翻上去就擺，擺唔到咧就用一啲做舊咗嘅全新咧擺翻上去。Windows in the bedroom over there。哦，佢直情咧講緊有一啲咧子彈窿啊，係都仲可以見到嘅咯。佢哋用咗好多心機啦，可以希望去還原啦，同埋咧呈現翻佢最 original 嗰樣貌。咁我係好欣賞佢呢一種態度。但係咧同時佢裏邊所有嘢都係新嘅，線路啊、渠啊等等啦，仲有可能窗戶咧，佢都用翻 original Sash window， 但係咧佢係全新嘅。佢同時咧亦都係室內有2年保養啦，室外咧有10年保養嘅。咁喺呢一度咧，首先介紹下咧就係2個主要嘅部分啦。Heritage 就係我哋呢一個2級保護建築嘅部分啦，同埋咧有3座細嘅係叫 modern 嘅部分啦。Modern building 1、2、3兩邊咧都有各有特色嘅。咁當然啦，最受注目嘅咧通常都係 County Hall Heritage 嘅部分。但係如果你係中意一啲 modern 嘅 specification， 譬如話 underfloor heating， 咁你就可以揀呢邊，因為你喺正隔離咧都可以感受到佢嗰種氣氛啦。咁喺成個部分咧，呢一個位置咧全部都係住宅嚟嘅。咁而咧喺中間佢個主樓有個中樓嘅部分咧，就會係佢 clubhouse 啦，同埋 communal area 呢個位置咧，仲會有啲 cafe 咧，同埋 private club 嘅部分嘅。所以咧，如果係一啲 public 嘅人咧，佢可能嚟飲杯咖啡啊，或者嚟 join 佢嗰啲 yoga、pilates 嗰啲 club 咧，都可以喺呢一度。但係呢一邊咧就係全 private 嘅啦，咁你真係要入到嚟，你住喺呢邊咧先可以咧入嚟呢一邊啦。咁新同舊咧有啲咩嘢主要分別咧？舊咧即係 heritage 嘅部分咧，佢就係挑高樓底，咁有好多 original features 嘅。正如我哋見到佢喺 hallway 啊、entrance 啊、啲窗戶啊、成個大樓嘅一啲 fitting 啊、paneling 啊，全部咧可以見到咧係非常之有歷史感。如果你係醉心於英倫歷史咧，你真係會好深深地愛上，而且咧喺成個 market 上高，真係可能要去到倫敦一區啲古典建築咧，首先冇得買啦，二來要買嘅係講緊即係10個 million、20個 million， 即係上億咁先可以買到。但係呢度咧入場價錢咧只係需要50萬英鎊嘅啫。另外一邊咧就會係 modern 嘅部分啦。咁講 specification 咧，就係佢嘅樓底就會係2.5米樓底啦，但係咧就會有 underfloor heating、double glazed window 等等，咁就比較 modern 一啲嘅住宅。所以咧就2種選擇都有啦。對住咧就係 Kingston University， 再向翻 Kingston 市中心行咧，即係需要3-2分鐘嘅啫。沿途咧會有 Crown Court， 會有 Kingston College， 亦都會見到聯合利華嘅總部啦。同埋我哋之前咧一直都有賣過噶啦，已經幾年前咧，咁就係 Royal Exchange 嘅部分。等咧，all the way就會去翻 Kingston 嘅市中心噶啦。每一個嘅樓盤咧，佢哋自己都會有一個呢個樓盤裏邊最佳嘅景觀嘅。咁而咧喺 County Hall 裏邊咧，最佳嘅景觀咧就係裏邊嘅 courtyard 啦。呢個位置就係 courtyard 嘅位置啦。我陣間會 highlight 一個1房啦，同埋2房單位俾咁多位選擇。但其實咧，佢呢度都會有3房同埋一啲 duplex 嘅系列嘅。如果有興趣揀咧，就可以直接約我哋做 consultation 啦。先講個 highlight 就係 Harris Court 呢個位置。咁1房單位咧，大概係50萬至到60萬左右。咁睇大細咧，佢最細咧係有400鬆啲尺啦，一路去到600尺嘅1房單位嘅。先講咧就係201呢一個位置啦。單位室內使用面積咧係484尺，咁好大個廳啦，入到去會有廚房位置、大廳、2個大窗，同埋咧係房間都係望住 courtyard。特別要提就係個景啊，大家可以望下個景幾靚，可以望到咧佢成個 courtyard 嘅位置嘅。咁喺個 model 上高咧，其實就係呢個位。呢個係 ground 咧，佢好高樓底，而且咧啲窗係圓形好靚啦。1、2、3樓好多咧都係 duplex 系列嚟嘅。而家睇緊嘅1樓或者2樓咧，對實個大 courtyard 咧都係一個最佳嘅選擇。開價咧就係53萬英鎊啦。呢度咧嘅2房單位主要嘅價錢咧大概80萬鎊至到90萬鎊，大概都係750尺至到 up to 950尺都有嘅。身後咧我就係一個732尺，但係開則開得好靚嘅，係蝴蝶織啦。一入到去嘅時候冇乜走廊位，好大個廳同埋廚房，咁有個 L 字形嘅廚房位置，一邊係房間，另外一邊房間，2間房間咧嗰個嘅 size 都好相似嘅。咁而咧正嘅地方就係呢個位置，佢自己有個洗手間啦。呢邊咧佢個洗手間都係隔離嘅。景觀咧當然就係佢最 iconic 嘅 courtyard 景觀啦。呢個咧就非常之保值，而且咧如果你想有一種住喺呢一種嘅古典大宅裏邊嘅感覺咧，呢種就係你最佳嘅選擇啦。
城市嘅繁華同鬆容嘅生活在此完美平衡。河景相伴，歷史為鄰，將英倫優雅活成日常。當城市節奏越嚟越快，真正嘅奢華就係仍然可以慢慢生活。倫敦有好多地方都值得住，但係真正令人想留低享受生活嘅地方 ，Kingston 一定榜上有名。呢度有河景，有歷史，有豐富嘅生活配套，亦都有一種倫敦少見嘅悠然自在、低調有品味嘅生活質感。County Hall Kingston 就將呢一種嘅生活提升到另一個層次。Kingston 真係好舒服，如果大家都揾緊呢一種 lifestyle，快啲約我哋嚟現場鑑賞啦！